應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邀請，為2011年紐約華裔小姐競選10週年作特別嘉賓嘅香港 TVB 紅星陳法拉，18日嚟到選美會冠名贊助商麗興恒生集團屬下位於法拉盛海辛拿大道嘅恒生珠寶金行分行舉行簽名活動，率先與 fans 見面。大批傳媒及 fans 一早喺恒生珠寶金行門口等候，並擠得店內水泄不通，希望可以一睹陳法拉嘅風采。當陳法拉出現恒生珠寶時 ，fans 們情緒高漲，紛紛歡呼及高舉相機拍照。麗興恒生集團董事總經理趙俊寧先生代表集團送出金套擺設俾陳法拉留念，之後簽名會便正式開始。喺門外排隊等候嘅百多人可以分批進入恒生文珠寶，與偶像近距離見面及簽名拍照，場面非常熱鬧。陳法拉並與麗興恒生集團負責人等拍照留念。2011年紐約華裔小姐競選決賽將於8月20日星期六深夜1點喺康州金晨大賭場舉行，詳情請瀏覽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網站。